民进党上强家母赖清德和新北市中和区立委参选人吴清参香祈福，嘛伫咧票口开讲。也是讲咱台湾要继续向前行，无要行回头路。 拢需要国会过半。另外一边，民进党中部立委参选人是来到立法院党团开记者会，因为北部选情稳定，即摆2024立委选战上歹棒的，就是伫咧中部。第两市有3个基政区，中国选区是市长罗秀燕的大本营。顶摆拍败南营老将新智慧，张景庭即摆是对阵黄建和。中南选区立委黄国书未搁再连任，有议员刚调过对阵国民党议员刘定辉。民进党因为补选提下中立选区，不过这摆会和尴尬对手。地方组织来说，当然我的对手他们家的组织向来是比国民党还要绵密。卢市长他把这次的选举似乎是视为他未来政治安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场战役。另外，中华第一选区陈秀宝2020年替民进党摕下迄个首相，不过这区南流板道是无输赢。南投第二选区的立委蔡培慧，即摆是面对三卡都，战局是不加紧张。年夜评估中中岛上惨，恐惊落5色。不过赖清德最近拢真接伫咧中台湾走行程。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